再来看台中一间市立高中有2个学生全国科展头名，煞防检举讲涉嫌用抄的。科教馆是认定讲部分的内容引用的资料无注明来源，违反研究伦理，决定要撤销资格。其中有一个学生今年是以翻新计划录取台大医学系，台大嘛表示讲会搁开会来讨论。 师生做阵翕相，庆祝学测第2阶段放榜的好成绩。台中一间市立高中2名学生参加第64届全国中小学科展，相关的研究得到第1名，但是事后向检举内容涉嫌抄袭。科教馆23号经过专业审查会议了认定，2名学生有研究知识，但是伫咧数据收集甲处理全国科展作品说明书甲国际科展研究报告内容部分，引用资料无注明出处，违反研究伦理，引起了议论。 我觉得如果就是有用一点其他的想法，应该还 OK。可是完全模仿抄袭的话，有点太夸张了。如果说老师他最后还会再审查，或者会再 review 一次的话，老师确实是应该要尽到这样的责任呐。科教馆决定撤销奖项，甲4.5万奖金追倒转来，2名学生甲指导教师禁止参展1年。台中市教育局甲校方拢表示尊重，强调未来会加强参展师生的学术伦理甲研究知能。 避免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有2位参展的高中生作品疑涉有不当研究情事，因学术研究有其专业，教育局尊重科教馆审查结果，并已督促学校尔后加强参展师生学术伦理及研究知能，避免类似情形再次发生。日前台中一间私立高中的学生叶疑是因为放榜学习离场，去几多间大学取消正处的资格。人本教育基金会认为，台湾升学主义以分数为主的观念，并无因为多元立学的管道来消失。学生排着外界叮当的压力，校方应该负起辅导责任。我们一定要改变那个以成绩分数为挂帅的这种观念，大人必须要站在一个辅导的立场，这样子让我们的学生才不会用不择手段的方式去争取成绩。去全国科展取消奖项的其中1名学生，以翻新计划考调台大医学系。台大校方23号表示，有接到相关的检举，后续会召开会议讨论该生录取的资格。公司新闻台中报道。